10月30日星期四，有識之士，ON11360生日快樂。10月30號發生嘅事係 Live Nation Electronic Asia 首次喺香港舉辦 Spooky Halloween 音樂嘉年華，連續2個禮拜5、6日都會喺灣仔海濱活動空間迎嚟超過20組本地以及國際嘅音樂人輪番登場，打造一場橫跨 EDM 仲有 Hip Hop 嘅音樂盛宴。然後有呢個 Steve Aoki、R3、HAB 等電音巨星帶嚟呢個震撼節拍，然後又有呢個美國嘅 Hip Hop 組合，都有香港嘅 Hip Hop 音樂人演有嘻哈節奏點燃現場氣氛，又有香港歌手張敬軒、MC 張天賦、人氣女團 Lolly Talk 等等等等，為呢個嘉年華注入本地音樂力量。唔知喺咁多明星入面，有冇你中意嘅明星呢？定其實你係唔追星嘅人？Labi 都唔太清楚你有冇追星，可能係咯，或者可能唔中意二次元追 VTuber 追星優呢啲多啲，比起現實明星。今年想對360講嘅嘢係好安心、好穩定咁樣見面。雖然同你見面都唔可以話係好多咁樣，可能都係定期1個月1次，幾個月你一定會蒲頭1次咁樣。不過就算你冇蒲頭，唔知點解 Labi 都係有種感覺，就係你仲喺度，就係呢種安心，係呢種安心、安穩、平穩嘅感覺。係咯，不過雖然唔知你下次再出現又係幾時，今日生日你就有出現喺呢個比嘅直播度，雖然佢好似唔記得喺直播緊嘅時候同你講一句生日快樂先，係咯。不過 Labi 自己私心嘅話，會希望嚟緊12月嘅時候生日 live 都可以見到你出現，係咯。另外應該都仲有爭緊你一啲會員福利嗰啲嘢未寄，都會盡快寄翻俾你，繼續睇比或者睇 Labi 啦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外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因為本身應該係早啲錄俾你，但係呢個屋企有少少太嘈，所以唔太方便錄嘢，就拖得晏咗少少。希望你未瞓啦，拜拜。